我想喺一度進入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課題：屬靈導引與上主想要嘅教會。屬靈導引係乜嘢呢？簡單嚟講，如果對接受屬靈導引嘅人嚟講，我哋叫做受導者啦，或者 directee 啦。咁咧，佢係一種屬靈個人嘅屬靈操練嚇 spiritual disciplines， 係幫助佢咧能夠更切實咧活喺神嘅帶領嘅裏面，並且咧讓神咧親自嚟塑造佢，成為一個咧合乎神心意嘅屬靈人。而對於給予屬靈導引服侍嘅靈修導師或者我哋叫做導引者spiritual director 嚟講咧，佢咧係一種牧靈嘅工作。我哋話佢係教會眾多牧養方式嘅一種。我哋教會有好多牧養嘅方式，講道啊、主日學課程啊、崇拜啊、服侍啊、短宣啊、輔導啊、探訪啊、等等都可以係教會嘅牧養嘅方式。而屬靈導引咧都係教會其中一種牧靈嘅方式之一，但係呢種方式咧比較特別，佢咧唔係一種咧我哋慣用嘅一種教導式嘅牧養方法，我哋稱佢為一種咧導引式嘅牧靈嘅方法。教導式嘅牧養模式咧，我所指嘅就係比較着重理性思考啦，同埋知識嘅傳遞。例如主日學課程或者門訓課程，好多時我哋會有一套固定嘅材料啦，已經設定咗嘅一啲牧養需要教導佢嘅聖經嘅知識或者神學知識嚟進行。但係咧屬靈導引咧，佢唔係咁樣進行。佢咧唔係知識或者理論嘅教導或者灌輸，佢冇固定嘅課程框架，佢冇劃一統一嘅牧養內容。另外咧，佢亦都咧唔係咧教牧輔導喺聖經真理嘅基礎上，用心理輔導嘅技巧啦、方法啦。或者理論咧，幫助人去解決佢眼前正經歷緊嘅危機或者問題。屬靈導引唔係教牧輔導，屬靈導引亦都唔係師徒關係嚇。師徒關係就係一種前輩啦 mentor 可能對徒弟 mentee 佢哋傳授一啲做人處事嘅經驗或者技巧咁樣。屬靈導引唔係師徒嘅關係佢唔靈修導師咧唔會傳授佢個人一啲咩嘅知識、技巧、經驗，幫助你經營你嘅人生屬靈導引唔係咁樣。咁好啦，咁屬靈導引係咩咧？咁樣所謂何事？對於一啲教牧嚟講，佢都實在有一份神秘感雖然而家好多人都好關注，開始去認識屬靈導引。屬靈導引簡單嚟講咧，佢係一種喺神親自導引當中作牧養嘅牧靈工作。喺神親自導引一個嘅事實背景情景裡面作牧養嘅牧靈工作。18世紀靈修大師John Gould 佢去講咩叫做導引一個靈魂咧？佢話咧導引一個靈魂咧就係咧引導佢喺上帝嘅導引中前行。教導一個靈魂去聆聽聖靈正向佢發出緊一啲咩嘅呼喚，聖靈點樣導引緊佢，聖靈同佢講緊乜嘢，並且咧幫助佢咧去回應聖靈喺佢生命裡面正進行緊嘅工作。佢話咧呢個叫做屬靈導引，或者導引一個嘅靈魂。喺基督教靈修傳統嘅裏面咧，有一句嘅至理名言，就係神親自會引導人嘅生命歸向佢，朝向佢，行喺佢嘅道路上。
屬靈導引就係建基喺一種牧養嘅信念嘅當中，並且咧將一個嘅信仰嘅真理、上主嘅恩典、上主嘅作為咧，具體地實踐喺一種牧靈嘅方式嘅當中。加拿大維真神學院 Gordon Smith 佢話屬靈導引嘅工作咧係志在支持那些渴望依賴聖靈嘅引導，並且回應聖靈嘅帶領嚟過基督徒生活嘅人。屬靈導引盼望嘅係服侍呢一啲人，服侍呢一啲嘅對象。當屬靈導引係喺一個嘅背景嘅裏面做牧養嘅時候咧，屬靈導引咧佢最主要嘅工作咧有兩部分。第一個部分就係幫人哋去留意、去覺察、去發現神已經喺佢生命裏面已經做緊工作，喺做緊啲乜嘢，上帝嘅臨在係點樣，並且咧就幫助佢去回應幫助佢去回應上帝喺佢生命裏面正向佢發出嘅呼喚。幫助佢去配合神喺佢生命裏面正進行嘅工作。所以咧，屬靈導引佢基於一個特殊嘅任務咧，佢咧採取咗有別於教會我哋慣常用嘅教導式嘅牧養方式，或者宣講式嘅牧養方法。佢唔灌輸一啲特定嘅聖經或者神學知識，或者提供技巧嘅培訓。佢反而只係好單純咧，依賴同埋配合神喺人生命裏面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嘅引導，嚟完成佢喺呢個人身上嘅牧靈工作。所以屬靈導引嘅工作係咩咧？佢嘅任務係咩咧？就係幫人去注意、去發現、去明白、去回應、去配合、去順從生命真正嘅引導者。呢一刻係佢生命裏面嘅工作。嗰位首先已經自我臨在親自向一個人説話嘅上主嘅工作。呢度幾段嘅經文，我相信咧大家唔陌生呢度正正去見證緊我哋嘅上主係一位親自臨在我哋生命當中嘅上帝。佢係一位就好似喺以馬忤斯路上嗰一位嘅主一樣，佢喺我哋生命嘅裏面做緊牧養嘅工作，佢喺度，佢親自牧養緊我哋，教導緊我哋，教化緊我哋，並且咧幫助我哋行喺佢自己嘅旨意嘅裏面，或者一齊同佢建立緊佢自己嘅國度。我哋嘅上主係一位咁樣嘅上主。屬靈導引亦都係咁樣建立喺一個嘅聖經嘅教導同埋神觀嘅裏面。Eugene Peterson 呢句嘅説話，我好多時都常常喺我教靈修嘅時候咧去引用。佢話：The assumption of spirituality is that God is always doing something before I know it. So the task is not to get God to do something I think needs to be done, but to become aware of what God is doing, so that I can respond to it and participate and take delight in it. Eugene Peterson 佢講到基督徒嘅靈修生活必須本於一種嘅神觀，就係深信我哋嘅上主係一位常常喺我哋都未知曉以先咧，佢已經做緊嘢嘅神。而我哋嘅工作咧，唔係去叫神做乜嘢做乜嘢，催促上帝、祈求上帝做嘢，而反而我哋係要去留意上帝做緊乜嘢，我哋去配合，我哋回應，並且可以分享享受上主嘅奇功。屬靈導引
相信我哋嘅神唔係一位超越我哋生命、超越我哋生活日常嘅神。屬靈導引相信我哋嘅神係一位喺我哋生命當中活着、工作並且導引住我哋嘅神。屬靈導引相信神喺我哋咩都唔知之先呢，佢已經介入我哋嘅生命嘅歷史嘅裏面，我哋日常嘅當中，佢係嗰位先行者、行動者。我哋需要真正喺佢面前嗰個嘅姿態形態咧，係 aware 同埋 response。今日我哋活喺復活基督嘅臨在之中，佢就係嗰位親自引導緊、牧養緊、教導緊我哋嘅神。如果從教義神學嘅角度嚟睇咧，我哋可以理解屬靈導引就係扎根喺基督臨在嘅教義之上，而咁咧亦構成咗咧屬靈導引同埋上帝咧所要嘅教會兩者之間咧嗰個深刻聯繫嘅關鍵。讓我喺度進入一個嘅課題。神必親自導引我哋嘅生命，係屬靈導引整個牧靈方式嘅信念嚟嘅。而上帝嘅臨在親自導引呢，係此時此地，唔係那時那地。嗱，呢一個此時此地而唔係那時那地咧，呢個觀念咧係非常之重要，亦都咧構成咗屬靈導引咧佢好重要嘅特色同埋嗰個焦點先講下此時此地係咩先？如果我話此時此地就係我哋而家生活緊嘅時空活動嘅領域，可以咁理解嗬，或者我哋咁定義，牧者們我哋可以應該冇問題嗬。同樣地，我哋可以講話咧，此時此地咧係復活基督升天同埋佢再來之間嘅時空同埋領域，可唔可以咁理解啊？大家有冇異議啊？牧者們可以啊？嗬，多謝大家唔反對。好啦，咁我想問喺此時此地復活嘅基督喺邊度？復活嘅基督喺邊度？大家將你嘅答案同隔離嗰個講下。我驚牧者們瞓覺，所以想大家去邊呢？我哋嘅主復活嘅基督在哪裏？在哪裏？有冇人知道呢一位係邊個嗎？係靠伯。好多謝蔣文忠先生大家都可能都知道佢係邊個啦係我老公係咁，所以可以用佢啲嘢。所以大家平時見到我可以叫我蔣太嘅，可以唔使叫 Miss Lai 都得。多謝佢，因為佢自己嘅博士論文係研究靠伯嘅教會觀多謝佢讓我去引用下佢一個中文嘅翻譯。嚟自咧靠伯教會教義學裏面，作為復活嘅主，佢係萬世之主，活喺每一個時代。佢活喺每一個今天，正如昨天。喺佢所定嘅時間，喺佢裏面，並通過他，世人和上帝和好了。雖然如此，他現在並不是閒着。雖然如此，他現在並不是閒着，而是積極地活在他作為啟示者的聖靈之光照大能中。這大能只有在他裡面進行，也只通過他進行。
靠北嘅基督臨在教義提醒我哋啲乜嘢呢？提醒我哋復活嘅基督，佢嘅臨在、佢嘅引導同埋作為，雖曾喺那時那地發生咗，他也在此時此地正在發生。亦即係話，我哋今日活喺每一個嘅今天，我哋生活每一個層面嘅裏面，基督仍然活在其中。佢仍然好似喺以馬忤斯路上，佢親自走近我哋，對我哋説話，教導我哋明白佢嘅話語，教化我哋點樣去睇一切我哋經歷緊嘅人同埋事。大家經唔經歷到主呢一份嘅臨在啊？其實好有趣嘅，如果喺學術上嘅研究咧，基督臨在咧，必然咧要理解為係聖靈此時此地臨在嘅導引作為嚇，同埋佢嘅工作嘅嚇。呢個係三一嘅奧秘嚟嘅。但係我今日主要係集中喺基督嘅臨在嚇。如果我哋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處理屬靈導引，同樣地咧，我哋經歷緊神親自嘅臨在，亦都係聖靈親自嘅臨在引導同埋作為。因為基督係透過聖靈與我哋聯繫，而聖靈就係嗰一位幫助我哋與基督有效聯繫嘅嚇。呢個係嘅奧秘。不過我喺度唔岔開去講嚇。靠北喺呢一個門徒兩堂課召命與祈禱裏面咧，有一段好精彩嘅説話，我好喜歡。佢提醒我哋，我諗特別對於今日教會嘅牧養或者上帝想要嘅教會，我相信咧有着好重要俾我哋嘅提示。佢話嘅復活嘅主不會被限制或者禁制喺佢先前與那些人並在他們區域相遇嘅情景中，也不代表佢嘅命令只在先前他發出命令和人信服命令嘅範圍內運作，好像佢不會再向人發出命令。此時此地復活嘅主依然喺我哋嘅區域時空同我哋相遇，向我哋説話，向我哋發出命令。大家認唔認同啊？認同啊，嗬？咁我哋冇認出他來啊？定係我哋眼睛受限制啊？定係我哋覺得呢位主好遙遠，不知他在哪裏？好似以馬忤斯路上嘅門徒咁樣，喺迷失、困惑、悲傷嘅裏面。靠北佢繼續講，因此我哋不能單單複製那些情景，與當時蒙召嘅人認同，以為可以直接從佢哋所領受嘅命令中學到我哋必須所領受命令嘅內容，並從他們嘅服從中學到我哋必須服從嘅內容。我體會到靠北呢一段提醒我哋啲乜嘢呢？我諗就係復活嘅主對我哋每一個人嘅呼喚呢，係佢同埋要求係好個人化、好獨特，每個人都唔同。正如我哋都會講，我哋每人要背負嘅十字架好唔同，我哋每一個人嘅召命命定好唔同，所以主對我哋嘅要求都應該係必然好唔同。靠北佢繼續去講。因此，僅僅複製那時那地耶穌所要求的一切，並這些人順服佢嘅行動係不足夠。這本身並不是作門徒嘅入門條件。我們必須知道佢嘅聲音在此時此地正呼喚同埋引導我哋。僅僅滿足於模仿那時那地嘅他們，可能就是不順服。我們若是要活出單純嘅順服，就必定是順服今日呼召我哋
正如當時呼召他們的那一位。僅僅複製那時那地主嘅要求，並不足夠幫助人成為上主嘅門徒。卡巴嘅基督臨在教義對我哋有啲咩啟迪呢？或者對屬靈導引呢一種嘅服侍，對當下教會嘅牧養，或者上帝想要嘅教會有啲咩啟示？讓我喺度只係拋磚引玉，分享一兩個我嘅想法。可能有不足嚇，但係希望同大家去交流。我諗第一就係我哋唔再只係滿足於教導那時那地神對那些人説嘅話，並且咧只係去鼓動激勵弟兄姊妹去仿照那時那地那些人所做嘅一切，而忽略咗此時此地其實神對我哋所發出真正嘅要求係乜嘢？對我哋每個人發出嘅真正嘅要求係乜嘢？並且神正喺我哋每一個人身上進行緊嘅工程係啲乜嘢？我諗我哋要再次重新要去相信神唔係閒着，今天他不是閒着嘅上帝，佢依然個別地同我哋親近，依然個別地介入我哋嘅生命嘅當中，佢同我哋說話，向緊我哋發出我哋需要回應佢嘅要求，或者只係屬於我哋真正要明白嘅道理同埋價值。我哋咧總係喜歡同埋習慣咧，以榜樣啦、典範同埋原則咧為牧養嘅內容。我哋嘅牧養方式咧都係傾向採用一種一式一樣啦、大眾化標準、放諸四海皆準嘅道理同埋價值觀嚟教導同埋牧養弟兄姊妹。今日呢一種牧養嘅方式喺我哋嘅教會嘅裏面到唔到位呢？有冇效呢？我相信牧者們你最知道弟兄姊妹嘅情況。呢一種嘅牧養方式係咪真係能夠幫助弟兄姊妹進到靈情成熟之境，成為上主真正嘅門徒？我諗咧好值得我哋去反思。牧者們，希望你明白，我唔喺度唔係去反對、去貶低我哋一路用緊嘅比較傾向教導式嘅牧養。我唔係講緊呢一樣，我都係呢種牧養嘅方式。但我大學時期勁查經，你聽我講靈修，其實係好基督論嘅，甚至如果你聽多啲係好哲學。我好中意讀書嘅，希望大家明白，我唔係反對緊呢一種牧養方式，只係好想講，不止於此，教會嘅牧養方式不止於此。John Wester 喺佢聖經一個教義式嘅勾畫嘅裏面，佢話上帝嘅啟示就係上帝自我臨在呈現。上帝係一位向外向溝通那先行的那一位，佢嚟到我哋受造物當中向我哋實在説話。佢話啟示作為上帝嘅自我臨在，本身就係要建立團契。神喺啟示當中將佢自己自由地俾咗我哋。Karl Rahner 呢位嘅20世紀嘅耶穌會嘅神學家，佢亦都咁講，佢話咧 ：When we say that God communicates with us, we do not mean that God says something about the divine self. We mean rather than God gives the divine self to human beings. God communicates not by sending a message,
but by founding a relationship. The relationships consist of God's invitation and our response. 呢兩位神學家其實提示緊我哋，上帝嘅啟示唔能夠與上帝實在全有地臨在於我哋當中呢一個事實咧分割。上帝嘅啟示是為咗與人喺相遇中建立關係。上帝嘅臨在同埋上帝嘅話語係緊密相連，二而為一。余達森牧師咁樣講：上帝嘅話語係最明確肯定而持續不斷嘅上帝臨在嘅確據。上主臨在，上主嘅臨在同埋上主嘅話語不能斷然分割。今日我哋好多時睇上主嘅臨在，上主嘅啟示，覺得係一個信息嘅傳遞，rather than佢實在嘅臨在。呢個值得我哋再思考下。基督臨在嘅教義、屬靈導引嘅牧養信念，提醒我哋我哋要去覺醒神在係一位自我啟示嘅神，係一位佢此時此地實在臨在於我哋眼前嘅你，而唔係他，唔係知識，唔係道德規範，唔係行為原則，亦都不是對話雙方之中嘅第三者，一個不在現場，只係被對話雙方談及嘅他，第三身嘅他。我哋好多時，我哋嘅上主咧，我哋嘅上帝其實係物件嘅他，第三身嘅他，好少係你，好少係你。屬靈導引對教會牧養嘅啟示，我諗就係邀請我哋唔再習慣咁樣視耶穌基督神係某一個知識嘅對象或者要遵守嘅原則，而係一個活生生嘅你咧嚟靠近佢，係喺我哋生活嘅每一天每一個嘅經驗裏面，甚至此時此刻佢臨在喺我哋當中，與我哋相遇，向我哋説話。屬靈導引邀請我哋不只渴望喺道理上、喺觀念上認識神，甚至係渴望同神建立一份 ideal 嘅神人關係，並且係願意開放生命，被上帝帶住走，帶到佢自己嘅視野角度裏面，帶到主佢自己嘅故事嘅裏面，帶到主嘅領域嘅裏面。我諗屬靈導引對教會牧養嘅啟迪，就係讓我哋喺重視道嘅教導同埋宣講嘅時候，同時間都重視與道相遇嘅重要性。因為道不單係神所傳俾人嘅話，更根本係神與人相遇當中所顯露啟示嘅自己。道不單止係神所傳給人，神傳給人嘅話，更根本係神與人相遇當中所顯露佢嘅自己。道就係上主自己。上帝想要嘅教會，我相信就係一群真誠地相信同埋宣告，我哋嘅神佢係確確實實活着，昨天活着，今日亦都活着，並且係一位此時此地臨在同埋親近走近我哋，向我哋説話嘅神。上帝想要嘅教會，我相信係由一個個渴望知道佢嘅聲音喺今天如何正呼喚我哋，並且願意打開心門，被神教化，被神改變，並且願意依賴神嘅引導嚟過我哋基督徒生活嘅人所組成。
另外，我相信上帝想要嘅教會咧係一個開放嘅地方，讓人們咧可以去講述、見證許多咧個人同復活主相知相遇嘅故事。縱然呢啲嘅故事彼此之間嘅經歷咧可能好唔同，甚至有陣時顯得咧有啲矛盾，但咧都唔阻礙我哋咧歡欣慶祝。我哋係彼此相屬，我哋係連於復活嘅基督，我哋係屬於一個身體，並且我哋係能夠一齊去見證，我哋只能夠一起將福音活出嚟，彼此傳播福音，分離係沒有意義。呢一句講，我哋只能夠把福音活出嚟，彼此傳播福音，分離是沒有意義的。係嚟自泰澤嘅創辦人羅哲弟兄。我相信呢個亦都係上主想要嘅教會。最後讓我用我自己好喜歡古倫神父同埋辛克牧師段呢首詩咧作為總結，亦都盼望剛才嘅分享能夠幫助大家對屬靈導引有一個更深刻嘅體會認識。並且屬靈導引可以如何貢獻俾教會嘅牧養工作，以及咧同上帝所要嘅教會之間有一啲咩嘅聯繫。到最後，一切都很簡單。我們聽從那個來自拿撒勒的男人嘅聲音，我是世界的光，最後就是那道光。我是麵餅，是糧。我進到你們裡面，好讓你們能活着。我是牧人，你們不至於喪命。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們的生命必定能成功抵達目的地。我是葡萄藤，我帶來歡宴、喜樂、聖靈。我是門，是敞開的通道，這道門亦穿越死亡之牆。我是復活與生命，你們在我裡面將找到將來嘅生命力。如果基督在我裡面，那我們到底是誰？他這樣說：你們是世界的光，和我一樣。經由你們，別人可以回家。你們是麵餅、善糧，是別人需要的生命力。你們是彼此宴席上的葡萄酒，對那些需要牧人的人，你們就是牧人。我們雖然不是道路，但我們一起在路上同行。我們雖然不是真理，但我們站在真理的一方。我們雖然不是生命，但基督即生命在我們裡面。我們雖然不是復活，但我們走向復活。我們不是基督，但我們在他裡面。在他裡面，我們合而為一，就如同所有在這樣的教會彼此相遇的人一樣。我們是合一的，並一起歡欣慶祝。我們彼此相屬。願主祝福佢自己嘅教會，願我哋能夠成為組成上主喜悅，能夠真係見證佢自己嘅教會。多謝同工們咁專心聽我嘅分享。我哋喺度先有休息嘅時間，